韩市长，我今天的题目就说了哈，我要帮你恢复记忆。今天礼拜一是立法院的返校日，你没有借那笔钱吗？你有没有去缴几期回去？你有没有去台北借这2层房贷？因为韩国瑜登记他的名字，所以台北要借你钱的时候，高美兰不能代理了，要买房登记就是房屋所有者，就是购屋者，他必须要亲自去台北签嘛。请问韩市长，你有没有去签？然后你签了以后开始计算嘛，2成就算了，因为他是让你分20年开始分期缴回来。你有没有回缴？韩正宇说他没有过户，他没有借，错了。我可能刚刚漏提这一点。他所谓的要急着逼台北见到这2成，第一个先撤销12月26的补缴2成催缴令不算数，是因为如果那2成没解决，他要被没收15%的房屋的价值，就是如果以他购买的1080万左右，跟过户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过户在后面，但是按照契约走到那个时候要谈贷款，所以他们才急着去在12月24，2014年12月24，第一场协调会就先要求撤销12月26号的缴款，催缴是无效。那个最后决定台北的是谁？有查到吗？您在找谁？应该去问韩国瑜了，问高美兰。你说最后查到谁？那台北怎么决定的？我现在要求容我去查。韩国瑜在回应的时候说，他当时是失业很久，没有力量去施压。那就你的掌握，他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施压台北？他没有办法施压，那台北是突然间善心大发，台北是政策大转弯呢，那催缴令都发出去了，存证信函都毁了，写的法条引用契约条文很清楚，你这2成我不借你，你不来缴我就给你没收15%的房价款，那怎么转弯？包括董事会那些东西都是公开 ，Google 就可以查到。那其实除了那些资料，包括其他存证信函，像是会议资料等等，这些东西资料是哪里来的？请你去问韩国瑜有没有这回事。但是我今天这资料都留下来给你们参考了哈。台北公司内部的资料，不是国家机器啦，是 Google 大师啦，好不好？那包括存证信函跟其他那些东西，我们是怎么找到？然后现在蓝营说让个资法提告，可能会担心烧到自己。个资法提告欢迎啊。所谓的个资法跟公共资讯，像这种极可能违背到股东的权益，国家又是最大股东，那台北是办公的，危害到国家利益，就是全民的利益，国会不能监督吗？